女性泌尿系统与产道接近，若是多胎自然产，到了一定年纪，时常会出现尿失禁的情形。医师表示，只要是打喷嚏、大笑或者是尿憋不住，有可能就是应力性与急迫性尿失禁问题。应力性尿失禁指的就是病人就是在咳嗽啦、大笑啦、肚子用力或做一些激烈运动的时候，像深蹲啊，然后搬重物的时候，尿会不自主的漏出来。这种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应力性尿失禁。那至于说所谓的这个急迫性的尿失禁，它指的是说，当你有一个尿意感，这个尿意感没有办法压下去，马上就要去解尿，在还没走到厕所，尿就尿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急迫性尿失禁。奇美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李高汉表示，尿失禁对许多女性而言是尴尬又难以启口。很多女性长期隐忍，不愿就医治疗，使得求诊率偏低。长期下来，造成重大的心理压力与社交障碍。李医师说明，尿失禁大概分为应力性与急迫性尿失禁两种。目前治疗改善，除了可用药物以外，也可借助骨盆底肌肉训练，搭配生活形态调整。对于症状严重者，也有手术可选择。急迫性尿失禁，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像是膀胱过动症的药物来做治疗。那如果传统药物治疗还是没效，那我们的医院的话，我们有一些所谓比较没有那么侵入性的治疗方式，比如说这个所谓的电刺激磁波椅，或者是这种叫做激动椅，可以让这个尿道括约肌变得比较紧实，然后比较不会漏尿。如果在做的这种比较没有侵入性的效果还是不好，那病人就可以考虑采取比较侵入性的治疗，包括说我们这个所谓的阴道雷射手术，或者是做这个所谓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长效型的这种尿道填充物的注射手术。注射填充物之后呢，它可以让这个尿道的这个括约肌的里面的这个组织呢变得比较紧实，然后和降低病人后续发生这个尿失禁的机会。目前最简单、快速且侵入性不大的治疗，就是透过尿道水凝胶填充手术。透过注射填充物紧缩尿道，不但手术时间较短，且恢复也较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